南投日月潭外来的鱼种鱼虎已经造成生态的危机。讲有民众买20斤的鱼虎，委托到当地一间餐厅的大总铺来做鱼虎三只料理，邀请到亲戚朋友做伙来享用。讲这个鱼虎的肉质幼，鱼刺阁少，若是甲掠来处理来食，嘛是消灭掉鱼虎的一种方式。 先煎鱼头，再放伫火锅内底，继续煮是大家定定食会到的砂锅鱼头。这只重20公斤的鱼虎，经过处理了后，分做3个部分来料理。真高煮鱼仔料理的总铺师陈洪瑞讲，处理鱼虎的过程要真细致。就是比如处理它的那个，就是鱼鳞可能比较硬一点，它处理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啊。可是它腥味也是蛮重的啦，吃起来就是没什么骨头这样子。因为鱼虎这种外来鱼种，伫台湾真少人知影安怎料理，所以总铺师嘛唔敢大意。这摆来参加鱼虎三只民众，除了学到鱼虎的肉质真幼，而且无真侪刺以外，嘛好大家会使过来食鱼虎斗消灭。 鱼虎咧，对着日月潭的生态吼，咱本土的生态破坏到非常的严重咧。比咱一般的鱼啊吼，煎起来做较口感上、肉质上吼，拢非常之入口即化，非常好食咧。这嘛会当讲都一举两得的好代志啦。这道鱼虎的料理，互大家拢食甲真欢喜。若是伫日月潭想要食到鱼虎，可能要是爱事先问看卖。